榮獲香港傑出乒乓球節目主持及評述員雙白金獎，有請 JL Channel 乒乓由我教路，有請佢哋嘅公司代表嚟到舞台上面接受獎項。JL Channel 乒乓由我教路。Hello， 大家好啊！咁啊，好耐冇見大家。咁啊，首先恭賀創業家啦，10週年紀念啦，好高興就攞到呢個香港傑出乒乓球節目主持及評述員嘅雙白金獎啊！咁啊，好高興再次攞到呢個獎啦！咁啊，好高興亦都時生頒呢個獎。咁啊，咁有啲咩成功嘅特質呢？咁簡單分享。咁我就諗到3點啊，其中第3點就即場作嘅。咁啊，聽到時生有啲即興嘅啟發。咁啊，首先一個就係要學習嘅，不斷學習嘅。咁我其實本身個人嘅口齒唔係好伶俐啦，同埋對鏡頭都好緊張。咁我記得7年前呢，曾經一個大型嘅媒體，咁啊試過講嘢或者係做啲訪問呢，咁可能錄一個 VO 呢都需要10個小時，錄個3分鐘。咁啊錄完之後開頭覺得自己好犀利，咁原來錄完之後發覺原來係自己錯漏百出，因為可能好多人其實係錄多幾分鐘就幾分鐘完，咁你需要10小時嚟錄呢，咁其實係好失敗。咁啊之後就不斷學習啦，點樣改善啦。咁啊最後好彩2年前，咁啊試過2小時裏面呢，可以係幫 ViuTV 同埋一個加拿大電台呢，用2小時時間就錄到4集嘅節目。咁呢個都係我一個進步嘅。咁啊第二個就係當然你攞呢個主持獎，你要有個專業啦。咁我本身都係乒乓波專業嘅教練啦。咁啊教咗超過20年啦。咁當中都有香港青少年代表隊啦，同埋海外代表隊啦。咁啊主持方面都有做啲唔同嘅電台、電視台嘅節目啦，咁啊亦都有幫總會講波嘅。咁我覺得專業嘅資格或者經驗呢好重要。咁第3個我就即時諗嘅，我原本就係諗住熱愛。咁我覺得熱愛一個更好嘅詞語可能叫犧牲。咁原來單身嘅好處就係原來你要成功做一個主持，可能係唔好結婚啦，唔好生仔啦，唔好買樓啦咁我覺得係某程度上係啱嘅。咁當然有好多主持都有結咗婚，有生小朋友，但係個重點就係因為好多時我哋呢個行業呢都係喺假期禮拜6日係嘛，好多時或者如果你係做一個全職教練，有時我都聽到啲師兄或者啲師弟可能話個小朋友病咗，咁可能你即時要請假，或者你要揾人幫忙，或者可能你個老婆有啲事啊，咁你要行開。咁其實某程度上你犧牲呢都係一個成功嘅特質嘅。咁啊再次喺呢度多謝大家啦，咁啊親臨嚟呢個創業家嘅節目啦。咁啊希望咧未來咧有機會就係我有個目標就係話如果當大家諗起足球嘅時候會諗起阿叔嘅林尚義啦，諗起 NBA 你會諗起徐家樂啦。咁希望乒乓波嘅諗起我吳教練 Jeffrey， 多謝各位。如果大家遇到咩問題，歡迎 email 俾我，中意就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同埋訂閱我嘅 JL Channel 頻道。我哋下集見。